虽然透早台北咧落雨，嘛无影响民众抢卵的决心。两只猪到位，大家都赶紧来买。很难买，去石碇还有去内湖、南港跑3趟。他跟我讲说有，赶快来去免了。大家会紧张啊，紧张就会抢。条件买无，真侪人都开始囤货，为着要互大家拢会当买到，店家嘛定出新的规定，就只能限购，一人限购15个，1个礼拜进货3次，对，一次都少了2-3成。欠卵全台湾的民众拢真有感觉，伫东部花莲市场的两只猪到货都封扫了了。另外，毛早顿店讲，虽然要求会着卵，不过介绍真惊人。有没有涨？有涨，很贵，650现在涨到950。不过看到花莲的两家场，鸡仔要是充满活力的生卵，不过饲鸡协会所反映，目前有2/3的卵拢爱送到西部，伊嘛希望会使加留一寡互家己人。大部分都是往外地去销售，然后寄送，尤其这几天，像昨天外地的订鸡蛋量很大。想要家己生产、家己卖，先减少送到外县市。花莲农业处嘛回应会到协调。在地的鸡农如果想要把他自己的蛋在我们花莲贩售的话，我们都是很欢迎。毕竟自产自销才是一个真正可以让在地可以粮食充足的方式。看起来短时间内欠卵的问题，恐惊无法度解决。嘛，敢若会建议大家卖囤货，或者是先使用替代食材做伙度过这段时间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